今日我哋團隊嚟到長沙灣喜雅，接到戶主緊急求助，話露台塊玻璃喺無預警之下突然爆裂。大家可以睇下，玻璃碎到成地都係，除咗換玻璃，戶主亦反映趟門推得好辛苦，所以我哋今日會一併處理。安裝新玻璃之前，師傅會好細心咁清理鋁框溝槽入面殘留嘅碎玻璃同舊有嘅玻璃膠，再用強力風機將所有微細嘅灰塵同沙石吹走。今次要換嘅呢塊玻璃重量十足，出動咗3位經驗豐富嘅師傅，全程默契配合。操作過程入面，我哋秉持安全第一，做足晒防護措施。將玻璃放入槽位之後，師傅會精準調整位置，最後仲會用專用膠帶暫時固定。到咗最考驗手藝嘅環節，我哋選用咗791專業玻璃膠。為咗確保穩陣，我哋打足2層，第一層係密封防漏，第2層係加固美化。咁樣做唔單止可以令玻璃周邊受力更加均勻，仲可以徹底杜絕漏水隱患。最後師傅會修整好膠線，確保外觀利落乾淨，視覺上同原裝一樣咁靚。已經安裝好露台玻璃，我哋轉向趟門嘅轆仔，左邊係全新嘅轆仔，右邊係舊嘅轆仔，已經破裂晒。我哋幫戶主換上全新轆仔，鎖緊螺絲，再將成對趟門裝反上去，之後修整埋移位嘅膠條。最後最關鍵嘅步驟係調整門身嘅高度同水平，確保門片同門框完全吻合，推落去亦都係平滑。今次嘅維修任務順利完成，無論係玻璃定轆仔，只要定期保養就可以住得安心。如果你屋企都有類似嘅問題，唔好拖，即刻搵我哋幫手啦！我哋下次見。